为什么咱们的马路挖了修，修了挖，始终挖挖修修呢？这句话看似简单，但却揭示了一个深层的社会现象：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。马路挖了修，修了挖，不仅仅是施工安排上的问题，更涉及决策、管理以及背后利益分配的深层逻辑。一、管理漏洞与决策失误。马路重复挖修，往往是多部门协作不当的结果。比如，市政工程修建地下水管，刚铺好的路面几个月后，又因电缆安装被重新挖开。这说明缺乏统筹规划，各部门各自为政，导致资源浪费和民众不满。二、工程质量与商业利益。有些工程因质量不过关，导致频繁返修，这背后可能隐藏着商业利益。施工方故意用低质材料以降低成本，或者期望日后承包维修工程，长此以往形成了不良循环。三、透明监管的重要性。解决这一问题，需要政府强化工程透明度和监督力度，同时建立长效的基础设施维护计划，避免短期利益驱动的施工行为。世界上最好的手机，为什么使用2年就要换新呢？这是计划性报废策略的一部分。许多企业通过这种方式促进消费者频繁更换产品，从而提高市场销售额。一、科技更新与产品设计。手机科技日新月异，硬体性能提升的速度惊人。新款手机的推出往往附带更高效的处理器、更强大的摄像头以及更新颖的功能，这些诱惑使消费者感到旧机型落伍。二、软体更新的限制。许多手机厂商通过软体更新限制旧机型的使用体验，比如降低运行速度或不再支持最新应用程式，迫使用户购买新产品。三、经济模式与环保问题。这种模式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，但也带来了大量电子垃圾。长远来看，生产耐用、可升级的设备并推动回收体系才是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向。美国一个灯泡在1901年点亮，到现在就没有熄灭过，而制造它的公司已经倒闭90年。这个长寿灯泡案例不仅是一个科学奇迹，也是一个商业启示。灯泡质量过于优秀，让公司失去了重复购买的市场，导致最终破产。一、产品质量与市场需求的平衡。一件商品如果过于耐用，反而可能影响企业收益。为此，许多公司选择以寿命有限的产品来维持市场需求。二、计划性报废的兴起。20世纪30年代，灯泡制造商联盟决定缩短灯泡寿命至1000小时，这样消费者不得不更频繁地购买新产品，从而确保市场稳定。三、消费者选择的力量。今天，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产品的可持续性。企业若能在质量与市场需求之间找到平衡，将能赢得更多忠诚用户。商人的卖鸽子思维与创造需求的艺术。所谓卖鸽子思维，是指透过巧妙的营销策略，将看似平凡的商品转化为消费者迫切需要的商品。这种思维揭示了商业世界的核心，创造需求。一、辣椒商人的启发。故事中的辣椒商人并没有让顾客自由挑选，而是通过辣与不辣、长与短等分类方式，让顾客自然而然地购买他希望出售的商品。这是一种升级问题的手段，将顾客的需求细分并重新定义。二、金鱼与鱼缸的故事。鱼缸商人通过在河中放生金鱼，创造了一场金鱼捕捉热潮，间接激发了市场对鱼缸的需求。这种营销手段将无形的需求转化为具体的购买行为。三、勺子与西瓜的销售技巧。西瓜与勺子的搭配显示出方便性在消费中的重要性。一个小小的改变便能让商品价值大幅提升。思维方式的突破，从囚徒到自由人。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大脑走不出自己的观念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心理束缚对于人类成长的限制。一、打破固有思维模式。许多人因习惯于某种固定的思考方式，导致无法应对新的挑战。比如面对竞争时，仅仅考虑价格战，却忽略了创新与差异化的重要性。二、学习与应用箴言智慧。古人留下的智慧箴言，往往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。比如，真正的高手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升高维度让问题消失。这告诉我们，改变视角与格局，才能真正突破困境。三、智慧的力量，提升自我与助人。智慧不仅能帮助我们在竞争中胜出，还能提升我们的人生价值。
学会用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问题，是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能力。总结智慧与思维的终极意义。无论是挖马路的现象、手机的寿命，还是灯泡的长寿与商人的销售手段，都反映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系统如何运作。在这背后，决策者与商人运用的正是一种超越常规的思维方式。如果我们能从这些故事中学会突破传统，运用创新的思维方式，那么不仅能让自己在人生和事业中胜出，更能用这种智慧改善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。正如那本传说中的天机所述，自理行间，剧透人生。